約翰福音第3章。有一個法利賽人名按到尼哥底母，係猶太人嘅領袖，佢在暗晡時來見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點兒係對上帝嘅未來嘅教師，你所行嘅神蹟，那唔係由上帝同在，無人能行。耶穌應講：我實在老你講，人若係無從神，就看唔到上帝嘅國實現。尼哥底母問講：人只有見來見老，讓會重生呢？既能倒在舞台再供出來希望。耶穌應講：我實在老你講，人若唔係對水流聖靈來重生，就無可能成做上帝國嘅子民。人嘅肉身係對野愛用嘅，而嘅靈性係對聖靈用嘅。唔好因為我講，你哋一天愛重生，感覺奇怪。風就自家嘅意思吹，你聽到佢嘅聲，總係唔知佢對哪位來，愛去哪位。每一個對聖靈用嘅也係一樣。尼哥底母問佢講：讓會有一樣嘅事呢？耶穌應講：你係以色列嘅教師，連呢條事也唔會明白嗎？我實在老你講，我哋講論我哋所知嘅，我哋見證我哋所看到嘅，總係你哋偏偏唔肯梁述我哋嘅見證。我老你哋講兩世間嘅事，你哋都唔信。我那係老你哋講天堂嘅事，你哋永會信咯。除了對天堂降下來嘅人子，從來唔是有人上過天。就像摩西在曠野騎起銅沙，人子也一天愛本人騎起來，本所有信佢嘅人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上帝痛惜世間人，所以將其獨一嘅兒子賜本佢哋，愛本一切信佢嘅人唔會滅亡，反轉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上帝差佢嘅兒子到世間來，唔係愛聽世間人嘅嘴，係愛通過佢來拯救世間人。信兒子嘅人唔會受天罪，唔信嘅人已經受天罪，因為佢唔信上帝獨一嘅兒子。講來到世界，世間人因為自家嘅壞行為，唔愛講，反轉愛胡暗。佢哋受天罪嘅原因，就在兩位做壞事嘅全部肯講，唔愛接勸講，因為將佢嘅壞行為顯明出來，總係做真理做事嘅就接勸講，愛本講顯明佢所做嘅一切係做上帝嘅旨意做嘅。這事以後，耶穌老學生到猶太地區去，佢在嗰位老佢哋係一餐時間。要行洗禮，約翰在離開撒冷無幾遠嘅外嫩一行洗禮，因為嗰位水清道，大家接定去量洗禮。嗰時約翰還望本人關起來，約翰嘅幾個學生就一個猶太人離結槍裡開始辯論，佢哋去見約翰對佢講：先生，你看以前老二在約旦河東邊，你為佢做見證嘅。掠下也行洗禮，大家全部去手佢咯。約翰講：那唔係天使下嘅，人手冇法度得到乜嘅。我是講過，我唔係基督，我不過係奉差派做佢嘅先鋒。呢話你哋可以為我作證。討新郎嘅係新郎，新郎嘅朋友企在船頭，一聽到新郎嘅聲，就歡喜快樂。像安樣，我已經得到完全嘅喜樂。佢一天內一日一日希望，總係我會一日一日睡眠。從天堂來嘅超過萬有，從地上來嘅係屬於地，佢所講嘅也係地上嘅事。總係從天堂來嘅超過萬有，佢為所看到、老所聽到嘅作證。
总是无人接受其嘅见证，嘅接受佢见证嘅，就是证明上帝係信实嘅，上帝所裁派嘅，传上帝嘅话，因为上帝丰丰富富将圣灵赐本佢，阿爸设计嘅来嘅，已經將萬有交在佢手中，信來嘅就有永遠嘅生命，唔信從來嘅唔會有生命，會繼續留在上帝嘅憤怒之下。